来关心西洋的天后瑟琳迪翁，伊唱《Titanic》的主题曲《唱红》。不过，伫2012年时，伊是对外宣布，伊去治疗罕见疾病，所以无限期来延后伊的巡回演唱会。即马伊个要推出伊的纪录片，这个纪录片是记录伊治病的过程甲心情啊。这个纪录片按算6月底时会对外放送。It's not hard to do a show, you know. It's hard to cancel a show. 甲电影《铁达尼号》主题曲唱红的加拿大流行天后瑟琳迪翁，伊所参加的纪录片记录伊治病了到即马规个心情的过程，以优美的歌声和粉丝敢若转到以前。Ready? 56岁瑟琳迪翁，1997年主唱《铁达尼号》主题曲，伫国际歌坛唱红。瑟琳迪翁伫加拿大出世，伫12岁时阵唱歌的歌声就互人注意到。音乐经纪人安杰里甚至甲厝提起底下，互伊发第1张专辑。伊摕过欧洲歌唱大赛冠军，摕过5遍格莱美奖，还有大小小国际音乐奖。尾仔2个人也结婚，虽然差26岁，不过翁仔某2个人感情一直拢真好。2016年，瑟琳迪翁连续失去2位挚爱亲人，翁婿甲小弟拢着癌过身，伫告别时感受到伊心情受到正大的打击。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a very rare neurological disorder, and I wasn't ready to say anything before. But I'm ready now. 2022年，瑟琳迪翁宣布讲，伊得到罕见疾病强艺人症候群，要暂停欧洲演唱会，也要甲已经停台累积16年的美国赌城主唱的行程停来。伫咧治病了，虽然身体肌肉拢有救赎，行着路也无啥顺，不过伊也是正规律的运动保持体力，希望会当战胜疾病，搁登到舞台顶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。